你叫做咩名？我叫Haryadin，今年幾多歲？我今年是18歲。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。自己有冇小朋友？我有一個女。個女幾多歲啦？18歲。好。咁啊，之前喺邊度做嘢啊？我試過做嘢係香港。嗱，逐做咗嚟啊！第一次嚟香港係喺邊度做嘢？我第一次做嘢喺香港喺馬鞍山。照顧咩人？照顧婆婆。婆婆幾多歲啦？80歲。婆婆80歲，健唔健康啊？婆婆？婆婆好健康。咁啊，婆婆識唔識行路？婆婆識行。使唔使幫沖涼嗰啲啊？唔使。唔使，好。咁啊，嗰度做咗幾耐啊？我做到4年。4年。咁啊，做咗4年，點解唔繼續做啊？因為咧，我要結婚，所以我返屋企先。好。咁第二次嚟香港係喺邊度啊？第二次都係馬鞍山。咁啊，係咪第一個老闆介紹你俾個朋友？係。OK，咁啊，咁跟住嗰度係照顧咩人？照顧公公婆婆。公公婆婆健唔健康？公公婆婆健康，不過咧行要陪佢，如果出嘅咧要同埋用輪椅。用輪椅 ，OK，好。咁啊，呢度做咗幾耐？係啦。呢個2年。咁啊，點解做咗2年啊？嗰陣時咧，我個女仲好細，所以咧我返屋企。掛住佢啊。好。好啦，咁啊，第3次嚟香港係喺邊度做嘢啊？我喺旺角。喺旺角嗰度照顧咩人？照顧細路。細路幾多歲啊？細路8歲。好。咁旺角呢個老闆係第2個馬鞍山嗰個老闆個女啊？係。第一唔係第二，第一喎。係第1個老闆嗰個女。係。OK，好。咁啊，呢度做咗幾耐？我做到3年。點解係3年啊？因為咧，呢個細路咧可以自己返學，所以咧太太話我唔使再做嘢。即係唔使用工人。OK，好。咁你識煮咩餸啊？我是蒸魚、剩隻蒸雞，可以炒菜，可以煮肉，可以燜雞翼，可以燜雞骨，同埋波糖。好。咁你食唔食豬肉？我唔食煮，不過咧我可以煮。咁嚟到香港照顧 BB 得唔得啊？照顧 BB。我都未試過照顧 BB 喎。但係如果老闆教你，你 OK 噶嘛？係嘛？係，如果老闆教我咧，可以。咁照顧公公婆婆嗰啲得唔得啊？可以。好。咁如果要幫公公婆婆嗰啲沖涼啊、換尿片啊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。好嘅。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唔該晒，拜拜。好。